作者簽 DJAX 故事夢幻島千版 0.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42集，關於本人已經可以即時判決任何一個在本人管理的 X 維度50003或以下或善優誰犯錯，即時去投胎接受6道輪迴，信任度40或以下，最嚴重的會懲罰5000億個角色投胎圈。X 系統可以即時割除你們的角色或懲罰你們精神裝置遊戲身體，及可以即時判決你們死亡。你們必須接受最嚴厲的6道輪迴懲罰。另外，你們若有錢想做男皇帝或女帝或有錢人是可以跟閻羅王購買的，還可以在陰間設計你們投胎的地方或編寫你們投胎轉世的角色故事，包括你們在接受投胎的樣子和身高及體重。只要你們不是給天神懲罰，關於轉世是需要付費的。當然，想投胎轉世可以選擇是可以付錢購買你們投胎轉世的理想角色。現在沒有些數就可以轉世投胎，一定要繳付清投胎費用，或沒有金錢投胎轉世通常是會被判畜生道。投胎會按業力業障，投胎者轉世沒有權力追究。